拿饭饭，然后在那个店，懂吗？另外订啊，老师先另外一过去。边一样。大，懂吗？好，来来，啊，要整齐啊！我先把那个香蕉叶，就当这个，也是。好了不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那么多了。等一下放那个阿拜的时候再加水，一股出肉的。面啊。要吃。给他拿掉，给他打头。把它抱过来嘛，快点，我不知道这。就把它拉过来，抱小朋友一样，抱小婴儿一样。抱住它的最前面。可是有些猫，如果你摸到它的肚子，它会生气。就像黑豹一样。快点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快要天黑了呢。对啊，天黑了，那个阿拜没有说，你们老师怎么要回家了。什么时候要吃啊？那不用擦了。贤惠的女子就会认真的擦干净。感诺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做这个阿拜？我们以前的时候碰到什么时候才碰到会？那个要去找女朋友啦，结婚了要去。跟你分享。只有那个，不过我们没有说随便要有这个阿拜。哦，以前只有要去找女朋友的时候要带礼物嘛，啊，对这本是吗？然要后去求婚呢，什么？求婚啊，结婚的时候也会做，对，结婚就是要多。还有我们丰年祭的时候，哎，所以以前很难得吃到哈。对。母女，在我旁边。你怎么拿的比较少？我看到女生要沙包这样。爸爸。沙包那样子不啊面嘞。那个不知道那把那个那样，好像还不够。为什么要那么多香蕉？对呀，你问改诺啊？如果那个香蕉没有多的话，就不会那个了。哇！改诺，我们要怎么去选那个香蕉叶？就是比较适合做阿拜的。要选那个没有破掉的啊，没有破掉的，比较老的啊，比较老的。越来越好。哦。比较硬吧，比较软。比较软吗？是比较老的是比较大还是比较软？那个比较稳定。比较稳定吗？哦。不容易破掉。因为像这个哈，这个哈，太年轻了吗？对。太年轻人。年轻人。很容易破。很容易破。这个烟好大。你去拿红茶给改妮。
先放旁边，好，对。有哪一块呢？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。感诺如果没有涂油的话，煮出来会变成怎样？粘住，会粘住。你要怎么吃？跟叶子一直粘住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要一直吃，然后再吃，然后吃。粘。感诺，这个把它变长长的动作叫什么？拉拉个。嗯。把它变长这样子哦。哎。哦。为什么不要那个先煮？你问感诺。先煮什么？对，把你的问题问好。对，要问啊，没有关系。对。先煮呢，先做好的。你说先把这个。没有这个，做好这个。哦。哦。还是怕它煮太少。感诺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做好的为什么不先放到水里面去煮了这样？因为这个，如果你要一个煮的话，这个也是那不容易熟啊。你还要等多久？第二批的话，你还要等多久？哦。嗯。那我们煮阿拜大概要煮多久呢？我们用这个火刚好要1个小时。刚好要1个小时。是那个快速炉的话就没有1个小时。哦，比较快一点这样。嗯。你再加一点牧草。哦。小心哈。你等一下。老师，我进去拿一张卫生纸哦。感诺，所以以前家里要包阿拜的话，会左右邻居会来帮忙吗？还是也可以自己包？也可以自己包。也可以自己包。以前已经那个时候要做阿拜，一定要分享给别人吃，因为这个阿拜是很特别的油。如果像我们过去有那个英雄的男人去打猎啊，然后那个老婆在家里打小米啊，然后有碰到山猪回来，就是要讲说大家来分享，来做阿拜，就在那里吃啊。哦。所以以前打到山猪带回来，不是只有就是分它的肉而已，就是要做成阿拜，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。对，有时候那个时候，以前那个时候，有人要结婚的时候，男人就是特别的去打猎。才有肉。感诺去打猎叫什么？阿鲁布。阿鲁布。阿鲁布。不了，小朋友不了，谁要做？有没有笔？是谁还没有用？我用了。那个老包鼠你用过了吗？用过了，还有。好来，模拟。录。我弄过了哦。模拟录那个。我要去拿香蕉。好，是模拟。所以我要让你们用这个。好。
因为你进去里面找一下。咦，我还要切肉啊，没有肉了。